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願因為平安從我哋嘅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俾大家。今日讀呢段經文呢，就喺路加福音記載嘅以馬忤斯呢一個故事吓，呢一個版本呢係比較詳細一啲嘅。咁有另外一個短嘅版本呢，我哋可以喺馬可福音嘅16章12至13節呢，係一個好短嘅版本。兩卷福音書咧，都係記載同一件事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嘅聖經故事啦。咁今日選擇咗幾個重點咧，同大家分享。首先咧，你見到呢一個圖畫咧，就係呢個以馬忤斯嘅故事啦。復活嘅主耶穌遇見呢兩位嘅門徒。第一點咧就係革流巴呢一個嘅人呢個身份咁我哋喺聖經咧24節咧就揾到啦。24章嘅18節應該係18節，二人當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嘅，回答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哪裏所出嘅事咩？呢度提到嗰個人叫做革流巴。如果淨係睇中文聖經咧，我哋冇特別留意呢一個人嘅背景。但係咧喺天主教同埋東正教嘅即係兩個都係基督宗教嘅傳統裏邊咧，革流巴係一個好重要嘅聖經人物啊。咁咧就相傳佢係同呢一個約瑟咧係有呢個兄弟嘅關係。如此我哋能夠就解釋得到咧，點解革流巴咧會喺復活節嘅上午會收到婦女嘅消息，而且24章裏邊喺後半段咧，佢話我哋有幾個人更往墳墓裏去所以咧革流巴唔係一個普通嘅門徒佢咧係同瑪利亞同埋約瑟一家人係有關嘅。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以馬忤斯嘅故事咧，就會有個新嘅角度啦。因為耶穌唔係隨便去顯現俾普通兩個門徒睇，而係俾革流巴呢個較為年長啲嘅門徒讓佢咧由一個失望去到復活嘅盼望。我哋喺邊度會見到佢失望咧？其實呢一個故事仍然係復活節嘅同一日翻喺聖經當中就係佢聽過婦女嘅見證，有幾個人去咗墳墓，即係有空墳墓，但係佢仍然係失望。我哋喺15節同埋16節佢話呢度講正談論相問嘅時候，耶穌就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只係佢哋嘅眼睛迷糊了，唔認識主呢度特別想指出一個字嘅呢度就係16節呢度講眼睛迷糊。呢度講眼睛迷糊咧，唔係講我哋老花眼啦，唔係話我哋老花眼要戴老花眼鏡。呢度翻查翻聖經原文咧，眼睛咧唔係單單指我哋嘅眼睛。原文呢個眼睛可以解作係 eye of the mind， 即係心中嘅眼睛，即係你心裏邊迷糊咗而家革流巴同佢個同伴俾好多嘅消息迷糊咗眼睛佢哋聽咗好多嘅資訊，但係冇方法去了解復活嘅主去咗邊度，或者天使講嘅說話係咩意思？如果革流巴係木匠約瑟嘅兄弟，佢就會非常熟悉耶穌嘅事情。所以點解喺呢度19至21節佢講到話耶穌係個先知喺神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長同我哋嘅官府竟然將佢定咗死罪，釘喺十字架上。打了掃羅所盼望要屬以色列嘅民就係佢啦。不但如此，這事成就已經3日。所以革流巴係有所有嘅資訊
而佢亦都係第一批聽到耶穌復活嘅人。但係佢哋嘅反應唔係喜樂，而係愁容滿面。因為我着眼點就係話耶穌死咗3日，呢個對於我哋今日基督徒嚟講一個好大嘅提醒。今日我哋而家嘅年代，我哋都收到好多資訊，人工智能、資訊發達，已經超過我哋嘅想象。每日24小時唔停嘅新聞，手機上邊不停嘅娛樂，有時我哋嘅眼睛真係迷糊啦。即係你睇手機睇得耐，你都迷糊。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需要聽咩重要嘅消息。好，我而家就將個眼光咧轉翻去耶穌嘅身上。耶穌講2句說話啫，即係喺最初嘅時候，17同埋19節。耶穌問2個問題：第一個，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第二個，什麼事呢？復活嘅主見到革流巴同佢同伴滿臉憂愁，於是就問啦：你哋傾緊啲乜？耶穌係冇特別打斷佢哋嘅話病，反而係俾個空間去將佢心中嘅諗法分享出嚟。喺度我哋見到係主耶穌親自行近革流巴佢哋2個人。我哋唔知道點解革流巴同佢同伴選擇喺復活節嗰日喺以馬忤斯嘅路上，但係有一件事肯定係耶穌主動去行近佢哋，向佢哋顯現因為佢哋心中佢哋問冇見到耶穌，或者喺呢度我哋可以停一停。人類真係好無知，我哋有時講話眼不見就唔係真，或者而家我哋呢個年代可以用另一句去講，就算眼見都未必係真。而家人工智能嘅短片以假亂真，詐騙電話嘅騙徒可以用唔同聲音唔同嘅虛假資料去騙財。耶穌點樣講呢？耶穌話：基督咁樣受害，進入佢嘅榮耀，豈不是應當的麼？於是從摩西同眾先知起，凡經上記著嘅說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剛才我哋提到話，革流巴佢哋嘅人咧，眼睛迷糊，心中嘅眼睛睇唔見，亦都唔明白。而家耶穌就直接用聖經，佢哋講解明白。我特別好喜歡呢一段，因為耶穌佢自己都用聖經用神嘅話語去講解，俾革流巴明白。同樣今日神亦都會藉住聖經同我哋講說話，讓我哋明白救恩。最後故事佢哋見到主啦，喺30至到32節到了坐席嘅時候，耶穌就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嘅眼睛就明亮了，這樣就認出他來。忽然耶穌不見了，佢哋就彼此說：喺路上佢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嘅時候，我哋嘅心豈不是火熱嘅麼？呢度咧，我想大家留意咧，有幾個字。第一個呢度31節叫做眼睛明亮了另外咧，心又火熱了。剛才提到咧，眼睛可以解作心中嘅眼睛如果咁講咧，佢個心嘅火熱咁樣就係相通啦因為喺聖經有其他地方咧都提及眼睛嘅地方咧。你都可以用心靈嘅眼睛或者心中嘅眼睛咁樣去理解。另外講解呢個字講解呢個字喺32節呢度咧佢話給我們講解聖經咧，講解呢個字嘅原文咧喺希臘文咧有張開、打開嘅意思
如此，如果講解聖經咧，亦都可以係打開聖經亦都係打開咗革流巴同呢一個門徒心中嘅迷糊因為佢哋心裏邊不斷問復活嘅主在哪裏？耶穌係藉住聖經嘅說話，去打開佢哋嘅信心嘅眼睛，叫佢哋心中有呢個火熱。呢個正正亦都係我哋喺聖餐當中，每一次當我哋領受主嘅聖體同埋寶血，就係與復活嘅主相遇因為剛才到30節講到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求主幫助我哋，無論世界如何紛亂有時會令我哋心中嘅眼睛會迷糊，但係每一次藉住聖經嘅提醒，藉住主日嘅崇拜，我哋領受主嘅聖餐，叫我哋能夠再一次去確信主耶穌真的復活了，而且亦都繼續將呢個嘅福音帶俾其他未相信主嘅朋友同埋家人。聖經當中已經有真理，有恩典，重點嘅就係聖靈會打開人嘅心去接受救恩。每一次嘅聖餐，每一次基督徒聚集領聖餐嘅時候，我哋知道聖餐嘅主係耶穌，係耶穌設立聖餐去紀念佢嘅受苦、受死，並且復活。領受聖體同埋寶血就係我哋全人去承認我哋嘅信仰，接受耶穌聖餐中嘅主所嘅賜福，使我哋眼睛明亮，得見到耶穌佢自己。我哋懇求主喺聖餐中與我哋相遇，正如當日喺路上遇到革流巴同佢嘅同伴，使我哋嘅信仰能夠維生喺復活嘅主耶穌基督裏邊。求主賜福俾我哋，阿門。